一嚿計咧又唔值，80個咧又貴，咁50零個咧就可以入手十里銀灘嘅中心地段愛琴海，樓下咧就商業街啦、超市同埋市場同埋車站、食肆，乜都有齊晒。呢度係原裝電梯、原版原漆嘅原裝貨，個廳同埋個飯廳咧面積大概係40個方，廳出露台。呢度咧係20樓中高樓層，係朝東南向嘅，大家可以望望啲光線係好足嘅。樓下咧可以望到小區裏邊嘅園林景觀啦，同埋個雪滑梯嘅。如果煮好飯咧，直接喺露台呢度呼喚，快啲上嚟食飯啦喂！羨煞旁人。手頭上預算足嘅咧，一定要買2個洗手間。我老婆話嘅，因為我試過，好吉啊，得未啊？呢度係乾濕分離嘅公廁。主人房都係朝東南向。嗱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個陽光，係設計師都俾唔到你嘅。個套廁咧都係乾濕分離嘅。嚟到兒童房咧做咗個飄窗啦，同埋出邊個景觀咧都算係闊落噶啦。呢度係父母房，係自帶一個獨立嘅露台，呢度可以封埋，擺張圓台，父母喺度咧可以感受一下十里銀灘夜晚嘅煙火氣息同埋繁華鬧市。我最關心嘅地方咧就係廚房啦，呢個廚房咧我係俾足90分佢嘅，因為佢夠闊夠大。廚房咧係決定屋企人所有人嘅健康同埋個生活感。設計師咧仲好貼心，整埋一個生活露台，可以擺啲零零碎碎嘅嘢。好啦，呢間樓咧就係十里銀灘愛琴海20樓中高樓層朝東南向嘅130平方嘅3房2衛。如果大家感興趣咧，聯絡 Hugo。好，拜拜。